见到伊目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味酸甲味甜。大江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才大狗的鹦鹉唱看你来做伙跳舞。以前你是长水，我两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沙漠。做伙来，甲你甲怎样是闯高看，茫然在。一定在海上，我要小摇滚爱你来。谁人要叫海味61号？我生活伫高雄这个港都，海味就是我的生活。61号就是这间的地址。伫我这，你会当看到足侪用台语写歌的乐团，足亲切的。目的就是咱会当伫这简简单单啊、轻轻松松啊过日子，这就是海味。阿哥，聪哥啊，啊你是安那？上班伤忝，还是生活上有拄到什么问题啊、困难呢？哎，心事谁知啊？靠腰，你无讲我哪会知啦？哎，聪哥啊，我的班哦，你帮我准备一下。你的班路早就甲你传好啊啦。哎呦，你入来的时阵，我就甲你传好啊。哎呦，你动作嘛真紧哦。哎呦，互你食土豆食甲老。哎，聪哥啊，歹势呢，互你遮晦气。38的影，人哦，梦想遮济啦，想甲家己心头结规球要创啊，对无？讲啦，有啥物代志你透袂开的啦？一人一家代啦，公妈随人猜。啊，我嘛唔惊讲吼，这见笑代志讲互你听。哟，你嘛知影讲，阮老爸老母吼，细汉吼就离缘啦。啊，豆我等去互阮阿嬷饲。哎，咱两个人吼，阿公无去插我。啊，阮阿嬷吼真正足辛苦的。我嘛想讲吼，互阮阿嬷吼会使过好日子。啊，毋过你敢知影？顶礼拜吼，有人雄雄走来阮兜找我的。谁啊？是乌倒来甲伊讨笑，还是讲你借地下钱庄啊？吼，这比借钱庄哦，较食力。到底是谁啦？哎，阮爸啦。你嘛较拜托的，即马都毋是7月半，你有看毋对无？还看唔到伊，啊人拢来阮兜咧啉茶啊，较有可能看唔到。哇！你这条比借钱庄搁较食力呢，这歹处理啦。铁剧因伫错闹的时代内底流传，找找存在意义，伫成年人的世界内底找到家己的出口。我是中意的无情的性格，到底
唱歌下回，咱的未来亲属无走经济，给你已经给予我谁？You don't know, then you can take my soul. Now I'm run away in this generation. Hey boy, you have gotta get away. Hey boy, you have gotta be the man. Hey boy, you have gotta get away. Don't be fucking liar. Doesn't matter if you wanna cry in a while. So feed out her bullshit and die now.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ind in the shadow. And tell me that somewhere should I go? Woo! 我是用一点抱歉的谁干到底唱歌下回，但那未来亲属莫逃禁忌，给你已经给予了谁 ？You don't know, then you can take my soul. Now I'm run away in this generation. Hey boy, you have gotta get away. Hey boy, you have gotta be the man. Hey boy, you have gotta get away. Don't be fucking liar. Doesn't matter if you wanna die in a while. So feed out her bullshit and die now.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ind in a shadow. Then tell me that somewhere should I go?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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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ation.大家好，大家好，阮是 T 级，为台南来啦。我是贝斯手小夏，这位是咱的主唱大军，大军，耶。迄边是阮的吉他手，枪的，另外一个吉他手鬼啊，鼓手肖的。头歌咱迄条歌是 Transformation。一个英文名的歌，但是内底有台语吼。迄是咱集团组的时阵第一条写的歌。他大学的时阵，差不多10当前吧，10当前。这条歌的意思是改变、进步的意思。是咱迄阵搁少年时阵，互咱家己一个去许，希望咱未来会当愈来愈好，会当变做家己想要
必信的迄种人，对啊，10天就安尼过啊。对啊，时间真紧，时间足紧的，对啊即马转去咧演即条歌的时阵，其实咧想头壳内底会想讲，迄阵咱即马和迄阵想的够共款。但是因为伤久啊，我已经袂记我迄阵想要安怎，对。但是歌一直拢伫的嘛，对啊，歌会留落来。迄是咱的宝贝。我讲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伊即抓转也是啊，要讨钱啊，是讲要一家伙啊团圆。拢有啦，所以毋则讲足烦的。这毋知要安怎讨呢？这无得讨啦，你这规个拢乱去啊！这要对讨啦，无度啦，路苍苍的啊，无度。阮老爸讲吼，伊想要甲阮做伙大，毋过讲实的啊，除了我是伊生以外吼，我甲伊就像迄青云人共款，凭什么我爱担这个责任嘛？毋过我佫感觉阮阿嬷敢若想要吼一家伙仔会使团圆，毋过伊敢若啥物代志、啥物话也无讲。这我甲你讲啦，你有效吼是上重要的代志啦。这嘛毋是讲谁对谁毋对啦。你本身家己嘛爱准则，钱爱赚，身体嘛爱顾。我即马上烦恼的就是你这身心灵有掠病无？你知影无？你免烦恼啦，我家己会责的啦。安尼上好啦。来恁遮吼，听歌听音乐，我就足轻松的啊。若是安尼就对啊啦。只是讲若毋是为着要互恁阿嬷过好日子你嘛毋免遮早就出来做工课，佫会当继续耍你喜欢的音乐，对无？哎呦，这拢过去啊啦，莫佫讲这啊啦。像你这种好囝真正啦，点电话拢找无。我靠，你讲的遮好啦。我就凊彩讲，你凊彩听听。这条歌是补丁，这条歌是阮主唱大军，伊是台东的，伊台东。伊迄阵少年时阵放假拢会倒去厝里嘛，伫海边啊拢会看。迄阵逐工因为台东足下，所以讲做风台的时阵拢足侪树啊、什物草啊，拢会流去海边。迄阵你阵看到的时阵就想讲，哇，遮草伫海边浮浮沉沉，就亲像咱的人生共款。迄阵嘛无啥物烦恼，伫遐咧想遮济，我毋知想啥。但是嘛是共款，10天以后咱搁演即条歌，迄心想法了会无共。那即条歌叫《浮沉》，大家听看觅。
后尾首是咱做一条歌，叫做《时间的火车》。这条歌嘛是对咱真重要啦。阮2016年吧，差不多。嘿，迄阵咱做一专辑，为阮为2013年开始，吼三档的时间，啊写出一条歌嘛，啊紧几条啊起来，差不多10条，啊是9条我袂记啊。紧几条起来啊做一张专辑安尼。啊，迄阵专辑名就是叫《时间的火车》，是咱真久之前写的一条歌啦，嘛是真久之前写的。但是呢，这条歌基本上呢，咱大概表演拢会演，拢会放做最后一条演。对，这是一个初心嘛，因为这条歌是算较 rock 的、摇滚的。啊，因为其实咱生团嘛算遮侪档啊，就中变过足侪曲风，City Pop 有嘛，哦，包 Swing 的、R&B 的拢有，但是咱最后一条，大家表演最后一条，一直是放 rock 的，因为阮就是一开始就是算 rock 起来的，所以这条歌叫《时间的火车》，今日嘛放伫最后一条歌。
悲伤的路程是安怎拢要煞停？你已经拢无消息，所有的瞬间千万通离开，离开心头的志气，火车一站一站的过去。搁看到你七分的美，我的时间是安怎拢无够，看到阮目眶伫咧红。我的时间是安怎拢无够，看到阮目屎伫咧流，你袂了解。悲伤的路程是安怎拢要煞停？你已经拢无消息，所有的瞬间千万通离开，离开心头的志气，火车一站一站的过去。搁看到你七分的美，我的时间是安怎拢无够，看到阮目眶伫咧红。我的时间是安怎拢无够，看到阮目屎伫咧流，你袂了解。你袂了解。时间的火车，时间的火车，时间的火车，行伫咧悲伤的路程。时间的火车，时间的火车，总是会经过阮身边。在咧看啥？啊是，你是要休困，还是要度假？度假哦，会足开钱的。哎，趁钱我较有兴趣啦。我看你一下撸手机啊，头白种啊，遮济遮水着啊。哦，你讲这哦？嘿，啊，这养乐园啦。这养乐园，养乐园有遮悬坎，啊，佮有高尔夫球场，有游泳池安尼。这吼，即马叫做养生村啦，无人咧讲养乐园啊啦。养生村哦，听起来敢若袂歹呢吼。无啊，啊你看这要创啊？你袂想要甲恁阿嬷？你莫白讲话呢。阿嬷是我的心肝啊呢，妹嘛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双啊。大港的爱下龙舞，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鹦鹉唱舞，我恁来做伙跳舞。冲哥啊，阮爸雄雄走来讲要教阮做伙大，这样代志你有啥物看法啦？这都恁兜的家内事，我嘛无方便讲啥。毋过这饲爸母是咱大家的责任啦。毋过我有听过讲一个特殊的原因你下当毋免饲。哎呀，我亲像迄个无仔心嘛，毋知要安怎处理较好。这我知啦，你的个性我都足了解。看你对恁阿嬷安尼，我就知影。你是一个好囝，只是讲你即马都啥物拢还袂准备，恁爸就雄雄安尼撞转来，佮甲你讲遐有诶无诶，你心肝头难免会无爽快啦。所以我拄则在想讲，我搭上迄个养生村，我有做着我的责任，佮毋免做伙大，安尼毋知有较好无？你头拄仔讲的迄个另外迄个，就是恁爸啦，无啦，恁老爸啦。对啦。你种上养生村，这嘛是一招啦毋过我拄则看迄开销真贵呢，你敢有法度负担？哎哟，你若讲真正要送伊去啊，这嘛无法度啊，嘛是爱加趁寡钱。是讲，聪哥啊，你的乐团敢有咧欠吉他手？你头壳是破音啦阮团的表演哪会当互你去照顾恁爸母、照顾恁阿嬷，我就需要开这间店，互你来这啉酒。你即摆啥？要吐我的饭碗下底啊？哎呀，讲算笑的嘛。我家己啊，足久无弹呢。你若甲我讲好吼，我嘛真正会传呢。戏班主应用世界音乐的风格创作台语歌，唱出连接着非洲甲台湾在地温暖的故事。你甲我拢是同款的人。你对迄边来，我对这边过，咱两人见面徛伫一片土地。你是彩色的，我甲伊乌白，无同款的立场，嘛会当手牵手做伙，毋免山明海誓，只有踏踏实地，平平白白鼓声大力吹落吹落啊！你甲我徛伫同款的土地啊，顺顺。你甲我拢是同款的人。你甲我徛伫同款的土地啊。你甲我拢是同款的人。
我，你甲我，你甲我，顺顺。你甲我，你甲我，是同款的人。你甲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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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是同款的人。你对迄边来，我对这边过，咱两人见面徛伫这片土地。你是彩色的，我甲伊乌白无同款的理由，会当手牵手做伙，唔免山明海誓，只有脚踏实地。咸的鼓声大力吹落吹落啊！你甲我徛伫同款的土地啊！啊！你甲我拢是同款的人。啊！你甲我徛伫同款的土地啊！啊！你甲我拢是同款的人。顺。大家好，阮是西曼日乐团，阮来自嘉义。这条歌，甲我迄条歌叫做《共款的人》。讲的是讲，不管你为倒位来，咱即摆咱拢徛伫台湾土地，拢是共款的人。后一条歌是叫《拍》，拍就是摔拍，啥物摔拍呢？就是阮看起来做缘投的意思，吼。所以这条歌叫做《拍》。我感觉家己有够拍，树甲花袅袅，缘投啊送，就是我有够拍。我插插你，你伫遐，伫遐讲我54有够拍。我照相拍，见甲头的指针照相打有够拍。你来，你来，你来，紧来听我来唱歌。嘛超过40岁，搁安怎看袂开？日子嘛是安尼过，时间走伫头前，那脚毋通望那爬，无奈的是下当享受哦，嘛是那济。你笑啊到面皮，到底是咧唱啥话？我讲这是笑歌，笑笑免想遐济。生活的态度就是放好自然，你若有准就对我大声唱，我感觉家己有够拍。树甲花袅袅，缘投啊送，就是我有够拍。我插插你，你伫遐，伫遐讲我543有够拍。我照相拍，见到头的指针照相打有够拍。你来，你来，你来，紧来听我来唱歌。一世人，拢感觉家己是缘投啊算。啊哈！无嘛破甲声来一点，拍一个，搁拍一个，想要甲人比，少年年纪早着悄悄过，拍一个，搁拍一个，代志无通通顺，活倒难免，拍一个，搁拍一个，啥物妖魔鬼怪，我拢已经看见，拍一个，搁拍一个，人生的舞台，我通挑撇。
打拼到真嘛超过40岁，搁安怎看袂开？日子嘛是安尼过，时间走你头前，那玉探风那爬无奈的是体重，夭寿我嘛是那济，你笑我高面皮的到底是咧唱啥话？我讲这是笑话，笑免想遐济，像我的态度就是放乎自然。你若有责，就对我大声唱，我感觉家己有够香。青啊花袅袅，烟斗啊散，就是我有够香。我插插咪咪伫遐，讲我543有够香。讲照相拍，经到头的一阵照相打有够香。你来，紧来听我来唱歌。一世人，拢感觉家己是烟斗仔耍，哈哈哈哈哈！我已经唱到这，啊无嘛抱到声来一点。我讲的爱啥拢有，做伙来音乐才有，打到的音有唱有，我恁来做伙跳舞。后一条歌叫做《时间》，因为阮四班日乐团组团20冬啊，时间这件代志对阮来团特别有意义，所以我甲阮的想法写成歌，唱出这条《时间》，谢谢。咱即马敢搁有机会通实现咱的梦？咱即马敢够清醒了解世界的变化？咱即马敢会当知影未来会变做安怎？咱即马巴肚过饱了后一步要创啥？时间，有人嫌伤少，有人嫌伤济，时间。生活咧空隙，日子照常地过，早就已经不是迄个青春的少年兄。敢搁有气力，拼出一条路来行，会当做的选择，是毋是敢若春放下？是毋是连放下，拢已经袂负啦？嘿嘿嘿耶，嘿嘿嘿耶。千万唔通后悔，你甘愿透济时间？时间走伫头前，我顶边就讲过，好的歹的，拢照常过去。分秒待过，拢爱有意义。少年时我挥泪，唔捌代志。出社会才发现，时间太过遮紧。少，有人嫌伤济时间，是我咧空隙，日子照常过时间。千万唔通后悔，比甘愿透济时间。时间走伫头前，我顶面就讲过，咱的青春就安尼过了一遍，目睭一捻，就安尼过了一遍。
咱的世界就安尼过了一遍，不管好歹，就安尼过了一遍，因为时间，因为时间，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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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后一条歌叫做《天公伯》啊，这条《天公伯》啊是你写讲一个查某囡仔做教育一个查某囡仔，啊伊希望天公伯啊会保庇，互伊会当告白成功，啊这条叫做《天公伯》啊。着心花开，开甲一蕊搁一蕊，因为你是遐尼啊水，予我这个条带想你。无奈的是我毋敢接近你，惊你当我是空气。谁知影你雄雄行过来，对我笑眯眯，啊领话有够幸福的滋味。天公伯啊，他会予我这呢无胆的个性。明明哈你哈到要死，拄着你我竟然头咧咧，啥物话拢讲袂出嘴。天公伯啊，才予我哈济的信心，当你的面头前，提出我的勇气，大声讲我爱你。着心花开，开甲一蕊搁一蕊，因为你是遐尼啊水，予我这个条带想你。无奈的是我毋敢接近你，惊你当我是空气。谁知影你雄雄行过来，对我笑眯眯，啊领话有够幸福的滋味。天公伯啊，他会予我这呢无胆的个性。明明哈你哈到要死，拄着你我竟然头咧咧，啥物话拢讲袂出嘴。天公伯啊，才予我哈济搁哈济的信心，当你的面头前，提出我的勇气，大声讲我爱你，满满幸福的爱，拢予你。音乐听了有放较松啊无？
冲哥啊，感谢啊。300啊，毋过有一寡代志吼，都毋是讲放就会使放。啊，看你要放啊，变数伫遐近近啊尔。无啦。我甲你讲，其实我足欣赏哦外国人的一寡想法。安怎讲啊？就亲像我顶手啦，才有一个外国人客有，伊甲我讲什物因遐时势啦，拢毋免互因是大钱呢。啊，佮有迄什物养老啊、照顾的遐费用有无？啊，时势嘛拢毋免传，迄时代拢甲伊传便便呢。哎呦，安尼甲咱遮吼真正差足济。啊，佮有啦，你有看迄个外国囡仔有无？拢无啥咧甲因爸母带做伙的。敢安尼？为什么啊？啊，因为因都大家拢需要家己的空间啦，家己的生活啦。啊，无带做伙吼，嘛无讲感情较歹啊，是毋是安尼？嘛对啦吼，啊无带做伙吼，嘛较袂顶达。迄就亲像吼，寒天伫咧火炉边，啊你若挖伤紧惊烫着，啊你伤搁惊寒着。对啦，所以啦，迄紧事哦爱还办，总比你个规工伫遐郁做较好吧，对无？莫逐工伫遐想空想芳啊，想到尾你就无半项哦。啊，你若讲心情讲真正佫做郁做足袂爽啊，无你记逐夜开你甲撸落，安尼就对啊啦。甲你开讲了吼，我心情变啊足轻松诶。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来，退开，退开。啊，毋是讲要来放落。我讲你背啊客开啦，心情甲放落啦，好笑啊！我讲话你是听无？是你酒醉啊，我酒醉安尼啊。哎，我。